继续来看国民党台北市议会议长戴锡钦，今仔日到立法院拜会到民众党团的总调黄国昌，邀请到民众党成员反恶霸。另外这边，民进党的立委甲罢免团体早起一透早大会合，话讲要甲台北市5个国民党的立委总罢免掉。五旗全霸，守护台北，守护台北。台北小巨蛋头前，民进党立院党团甲北市议会党籍议员，佮公民团体徛做伙，后台应援团总集合强化陆战凌重。不过进入关键期，正做罢免志刚的成员，连电的创办人造形成呼吁总统赖清德就要亲身徛出来。赖清德总统是不是能够在最后某个关键的时机站出来？那我们尊重主席的规划，但是这个过程已经彰显了民主进步党跟公民罢团站在一起，未来只会更绵密、更强大。意思就是讲，无这么简单就掀底牌。民进党的党工一甲民团合作，用护驾民主来催罢免票。另外一边的在野阵营嘛开始有反罢风扇，护民主。国民党籍台北市议会议长戴锡钦来到立院民众党团拜会，邀请做伙成员反恶霸的活动，被收掉台北队的5席。黄国昌嘛当面接受邀请，能够做的事情，能够帮的忙，义无反顾。我也正式宣布，7月20号下午，我们会在台北市举办一场大型的向市民朋友报告的集会。我真的非常感谢，国昌主席能够雪中送炭，面对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当中，遭遇到执政党这样的一个逆袭。大家必须挺身而出。除了区域联防甲台北拍头阵，同时国民党台中市党部嘛确定，伫咧7月19举办反罢造势，由台中市长罗秀燕带头，南北两党的主席佮立院议长韩国瑜拢会出席。不过伫这进前，今日暗时韩国瑜会先替同园的哪位徛台，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，好避免老柯当院长这件事情变事实。上反罢第一线嘛是守掉立院龙头的保卫战，罢免甲反罢的双方是西牛角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